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看台北国际连锁加盟店明仔载要来登场，讲唔免请人顾店的行业，即卖上侪人问。像这个无需要米甲师的整架彩绘机，30秒就会当完成一支手整仔仔的彩绘图案，还佫有无人的咖啡机，无需要店面，无需要店员，90秒就会当泡好一杯咖啡，也就是讲唔免出门，伫咧厝就会当做头家。 做头家天下无难事，只惊找无人。所以讲即马流行唔免店员呢。带落来对决爱等3天3暝，伫遮只要30秒，两个人拢逃袂过你的手掌心。就靠这个无人的整界彩绘机，无需要出动美甲师，只要叮当你的镜头啊，选你上介意的图。放在我想要的地方，30秒以后呢？ 按下去，彩绘图案就完成了。你做美甲要花多少时间？2到3、4个小时。那你刚才这样做一支多久？印图案30秒啦。开咖啡厅无人敢会使，无人咖啡贩卖机拢总会使。人客加入 App， 扫描 QR code， 选择咖啡的口味，等90秒。 都咖啡通啉啊，做头家趁钱嘛免出门。全部都是我们公司负责，所以你不需要自己运补，然后也不需要派人力帮你顾店，然后也不用自己冲咖啡，全部都有机器来做。去自助的洗衫店买洗衣精，若唔是纸盒仔，就是塑胶袋啊。即马只要准备这个空罐啊。10块，一共剩是30块，那瓶子可以重复使用。 无人环保的洗衣精机，希望会使帮助地球。做头家会使点来无人，不过袂使目中无人。想要对这个无人的趋势，爱加考虑设置的地点，人客量敢有够等等，唔通乌白对，以免日后后悔。